咁尋日大約8點幾嘅時候咧，我不約而同地收到幾個短信喎，即係 WhatsApp 短信又有 email 又有 PM 又有，咁都係 send 蕭生嗰段片俾我，因為蕭生尋日咧就出段片，就講有關張其中承認誤殺而控方又接受判咗7年4個月嗰件事咧。咁當時我有出咗段片嘅嘛，喺2日前出一段片，咁我嘅態度就樂見其成嘅喎，而且好似覺得我因為估中咗啊嘛，我1年前嗰段片咧，我完全估中咗啊嘛，咁所以咧我又再 recap 翻嗰段片出嚟啦，咁你睇我個態度好輕鬆，似乎係樂見其成。而家蕭生就好憤怒嘅喎，即係佢好激動地認為咧呢個係法治嘅崩壞，即係控方竟然喺呢個時候轉態去承認，即係接受去承認誤殺，呢個係法治嘅崩壞，佢認為係好不可接受嘅。好啦，咁今日我想分析一下，其實我認唔認同佢嘅諗法呢？嗱，其實我簡單答咗我嗰啲即係有 WhatsApp 我同埋有 email 我嘅人嘅，咁我講就係五波啦，即係當中有一半我係贊成，一半係反對啦。贊成係個大方向。個大方向就係，其實我私下都有同人講，就係話，其實如果律政司忍下手，即係照繼續告佢謀殺，然後由陪審員判佢謀殺又好、誤殺又好，都始終係由陪審員去判斷啊嘛，咁就的確係好睇啲嘅。咁但係律政司係冇咁做嘅，控方係冇咁做嘅。咁呢樣嘢我又唔覺得係法治嘅崩壞喎，因為事實上法律系統係容許呢件事發生嘅。咁所以咧嗱，今日我就詳細啲去分析一下我哋嘅法治系統其實點樣容許呢件事發生，而且唔係少有嘅，唔係罕有，係經常發生呢件事嘅。所以蕭生可能係有少少資訊上嘅失誤啦，即係唔了解啲嘢啦，就以為呢件事係好少發生，所以就令到佢以為係法治崩壞，佢甚至係演繹成為即係推論成為可能有高官嘅施壓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就唔贊成，我覺得呢件事絕對係一個正正常常發生嘅事。OK， 咁首先講下蕭生喺成段片裏邊咧有幾個法律知識上嘅少少錯誤啦。咁有啲錯誤其實唔影響個判斷嘅，有啲錯誤咧就影響到個判斷嘅。好，例如其中啦，佢其中一段咧就講到咧就話，上訴庭法官喺判案嘅時候引述求情嘅陳詞，就話張其中性格溫和，同妻子關係良好，案發前長期承受心理壓力，犯案係一時嘅衝動，並冇預謀。咁佢就話咧，即係蕭生嘅評論就話呢啲嘢唔係法官可以作出嘅評論嚟嘅，呢啲係事實裁決嚟嘅。嗱，的確係嘅，即係如果喺審訊嘅時候咧，就係嗱呢一點咧，其實蕭生比好多人都優勝嘅，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有事實裁決同埋法律裁決。咁呢個事實係事實裁決嚟嘅，所以唔應該由法官去做嘅。咁但係問題佢話啊嘛，上訴庭法官引述求情嘅陳詞啊嘛。喺求情階段咧，其實法官係有權作出唔違反陪審員判決嘅事實裁決嘅。OK， 你明白咩意思啊？即係其實之前我喺講邊宗咧，應該係陳文輝案啊，即係交通藏屍案咧。我講中案嘅時候都講過咧，就係其實法官喺求情階段咧係可以作出某啲事實裁決嘅，而嗰啲事實裁決只要唔違反陪審員嘅判決就 OK 噶啦。咁所以法官喺求情階段其實係可以作出事實裁決嘅，而頭先講嗰啲嘢咧，其實就喺求情階段去講嘅。咁所以我之前咧幾年前講有關張其中呢宗案嗰陣時已經講啦，就係話點解張其中被判謀殺，佢都求情嘅。咁我嗰時已經講就係因為求情嘅時候佢可以講一啲嘢咧，講一啲嘢嘅時候就可以令到傳媒去廣泛報導，去講一啲嘢，令到重審嘅時候都係有幫助啦。嗰陣時我已經分析咗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喺求情階段咧，法官可以做嘅嘢係多過喺審訊階段嘅。咁頭先話佢其實係一時衝動，並冇預謀。咁呢樣嘢係噶嘛？法官其實都有講嘅，喺引導嘅時候都有講，佢係冇預謀嘅。控辯雙方都唔反對佢係有預謀嘅，而且佢當時係一時衝動嘅。嗱，呢樣嘢控辯雙方都唔反對嘅。事實上根本一時衝動並非一定指向誤殺嘅。我哋之前都講過，一時衝動係可以指向謀殺嘅。咁所以呢一個事實裁決並冇違反陪審員嗰個判斷，所以法官係可以作出呢個事實裁決嘅。OK， 咁所以蕭生喺呢一度話法官冇權作出呢個裁決嘅，咁呢樣嘢係錯嘅，因為喺求情階段係可以嘅。OK， 好，另外佢講到謀殺同埋誤殺嘅定義啊，喺講到謀殺定義嘅時候咧，
基本上係好正確嘅，即係佢個用語同我以前講嘅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基本上都係講行為元素啊、心態元素啊，然後有因果關係啊，佢死亡與行為有因果關係啊。咁呢啲嘢佢都講得幾全面嘅。咁但係喺講誤殺嘅時候呢，個原則即係大原則，佢都係正確嘅，即係話行為元素就同謀殺一樣嘅，咁但係心態元素呢，佢就冇咗個謀殺嘅意圖啦，亦都冇咗嚴重傷害身體嘅意圖啦。OK，咁呢個係正確嘅。咁但係喺講完大原則之後呢，佢係詳細解釋咗兩種誤殺嘅定義啦，一種就係危險非法行為啦，另一種係嚴重疏忽啦。咁但係呢兩種誤殺呢，都係非自願誤殺嘅種類嘅。咁但係偏偏張其中咧嘅抗辯咧，佢所用嘅誤殺咧就唔係呢兩種喎，係用咗自願誤殺。OK， 咁你有聽我之前啲片都知啦。所謂自願誤殺，即係意思就係話本身佢係謀殺嚟嘅，佢完全就係謀殺，連個心態元素都係謀殺，心態元素、行為元素兩者都係謀殺。不過因為一啲原因，可以將佢謀殺嘅罪責減到去誤殺，例如即時激怒至失控啦。另外減責精神失常啦，就經常講啦。咁所以今次偏偏阿蕭生喺講有關誤殺種類嘅時候呢，就唔係講呢兩種，即係嗱張其中就用自願誤殺嗰兩種，即係即時激怒至失控同埋減責精神失常去為自己抗辯啦。咁但係蕭生喺舉出誤殺嘅種類嘅時候呢，就偏偏唔係講呢兩種，而係講危險非法行為同埋嚴重疏忽。OK。咁但係雖然係咁啫，但係又亦都唔係好影響佢分析喎，因為佢後來再講張其中喺原審嘅時候嘅抗辯呢，佢又講翻啱喎，佢又知道其實呢，張其中係用精神失常減責啊，同埋被激怒至失控啊呢兩個原因去為自己抗辯嘅，咁所以基本上佢可能搜集資料，因為都應該唔係佢自己搜集資料嘅，應該係啲員工去搜集資料啦。嗰度唔係咁全面。咁但係當佢分析嘅時候呢，佢又講翻啱。咁所以我認為呢，以上嘅錯誤呢，似乎就唔影響佢嘅分析嘅。即係話佢最後得出我認為唔啱啦，即係司法敗壞呢個結論嘅時候呢，似乎冇受呢啲錯誤嘅資訊影響嘅。OK， 咁而且亦都唔算係錯誤嘅，應該係遺漏咯。咁唔知咁喎，佢喺分析上訴得直嘅原因嗰陣時咧，其實係講得幾好嘅喎，即係有啲律師講呢宗案嘅時候都冇解釋得咁清楚喎，即係咁當然啦，佢冇好似我上一段片咁樣啦，好細緻咁分析翻法官嘅錯誤呢，就係冇將精神病減責分做兩個層次去引導陪審員，叫陪審員呢喺分析呢一樣嘢嘅時候呢，就可以考慮埋心理學家嘅意見，而喺分析另一件事嘅時候呢，就唔使考慮。佢冇分析咁清楚，咁但係所有人都冇咁樣分析㗎啦。咁但係佢咁樣分析呢，其實即係以佢嗰個版本呢，算係好詳細，亦都好精要。即係我見到咁樣講，好似好驕傲咁啦。即係我見到，除咗我嗰段片嘅分析之外呢，蕭生有關上訴得直嘅原因嗰個分析呢，佢最簡單而扼要又正確嘅。我認為係咁樣，即係我聽到咁多唔同 channel 嘅分析，佢係較為正確，亦都似乎佢消化到件事係點樣嘅。OK，咁所以實際上好好喎，咁而且都唔止添嘅。佢其中一段咧，即係下邊其中一段咧，佢又講到咧，雖然今次咧就陪審員因為法官引導錯誤，即係話引導佢考慮少一啲嘢啦，咁所以令到佢咧認為唔係精神病問題嘅，所以認為佢係謀殺嘅。咁但係呢個觀點，就算喺正確引導之下，陪審員都未必受影響噶嘛，未必會得出另一個結論噶嘛。咁所以係應該發還重審嘅。OK， 呢一點亦都好正確喎，因為事實上咧，陪審員喺你正確引導之下，都未必真係會改變佢立場嘅。即係你只係話你錯誤引導，令到陪審員可能錯誤考慮一啲嘢啫。咁但係可能啫嘛，唔係必然錯誤啊。咁所以應該再推倒重來，交還去高院，由另一批陪審員重新去諗過啊。呢樣嘢佢亦都講得好正確嘅。OK， 咁但係佢就認為咧。後來點解？你明明第一次審訊嘅時候，控方係唔接受去承認誤殺嘅嘛，因為張其中喺第一次就已經承認誤殺啊嘛。但係控方唔接受喎，而且張其中第一次承認誤殺嘅時候呢，已經亦都係用精神病減責去承認嘅，即係佢首先用精神失常減責去承認誤殺。當控方唔接受之後呢，佢又用咗兩個理由去抗辯，一個就係即時被激怒致失控，另一個就係精神失常減責。
OK， 咁但係最後都被判謀殺之後，翻高院重審嘅時候呢，佢又再次精神失常檢查去承認誤殺。咁今次控方就接受啦。嗱，呢一件事呢，就引致蕭生認為司法嘅崩壞，甚至認為係高官嘅施壓。OK， 咁但係問題我哋要知道，當一件案上訴得直嘅時候呢，其實有3個可能性嘅啦。我唔講話有可能直接判佢冇罪先啦，其實有㗎嘛，你見過㗎。不過我唔講呢個先。如果唔係直接放咗佢呢，都仲有2個可能性嘅。一個就係發還重審，另一個就係直接判佢其他罪名。OK， 嗱，根據刑事訴訟條例第 83A2 呢。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可替代嘅罪名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唔發還重審嘅。例如今次其實如果唔係謀殺，就可以係誤殺嘅嘛，即係話係有一個替代罪名嘅。咁嘅情況呢，就可以睇下符唔符合以下呢個條件啦。呢個條件就係話，從陪審員嘅裁斷可唔可以見到佢哋必然已經至少確立到誤殺呢個事實呢？嗱，所謂至少確立咗，即係話就算唔判佢謀殺，都至少係誤殺。咁喺今次張其中案呢，根據法官嘅引導呢，就係話首先你判斷佢係咪謀殺，如果唔係謀殺嘅話就誤殺。咁所以係冇罪呢個選項嘅。從法官嘅引導，一係謀殺，一係誤殺，而最後陪審員判咗係謀殺，咁所以陪審員至少係會判佢誤殺嘅。咁所以係符合咗呢一個條件啊，即係所謂刑事訴訟條例第 83A2 呢一個咁嘅條件。所以係可以直接判佢誤殺嘅。OK， 係可以嘅。咁有冇例子呢？有嘅，即係譬如喺2020年嘅電鑽殺人案咧，唔知記唔記得咧？喺屯門嗰條橋咧，屯門嗰條河嗰條橋好靚嗰條橋起緊嘅時候咧，嗰個貨櫃有個男人就殺咗佢自己女人噶嘛，即係殺咗佢自己女朋友啊嘛。咁嗰宗案就係上訴得直之後，直接判佢誤殺。咁點解呢？就係認為其實當時嘅所有專家證人，無論控辯雙方，都全部認為佢係受藥物影響，即係長期食毒品啊，引致佢當時真係精神病嘅，冇任何證供話佢唔係精神病嘅。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話呢，檢控嘅時候都應該已經係直接控佢去誤殺嘅啦。咁但係當時唔係，咁所以當上訴庭認為上訴得直之後呢，就直接判咗佢誤殺。咁但係當然亦都通常會發還重審啦。咁發還重審之後會點呢？嗱，正常嚟講，嗱，呢個就係觸及咗蕭生嘅養處嘅，就係點解發還重審之後同之前唔同咗？你之前張其中又係想承認誤殺，又係用呢個理由，而家又係用呢個理由想承認誤殺。點解之前控方用各種理據去說服大家佢係謀殺嘅，但係今次你就承認佢誤殺呢？嗱，事實上係咁樣嘅。首先，蕭生就話咧，佢已經經陪審員判斷咗佢係謀殺啦，你有乜理由再接受佢承認誤殺呢？嗱，呢一點係錯嘅。點解係錯呢？就係佢冇經過一個合理指導下嘅陪審員判佢有罪，佢只係經過一個冇喺合理嘅指導之下嘅陪審員判咗佢有罪啫。咁呢個情況之下，即是相等於佢冇經歷過一個合理審訊。咁所以佢個狀態呢，喺呢個時候即係發還重審呢，係翻去被檢控而審訊之前之間嗰個狀態，明唔明咩意思啊？即係話其實雖然係發還重審，雖然係之前已經判佢一次有罪，但係嗰次判有罪係完全要取消嘅，因為佢係喺一個唔合理嘅引導之下嘅陪審員判佢有罪，所以係當冇發生過。咁由於當冇發生過呢，就要推倒重來。去翻一個檢控至到審訊之間嗰個狀態，而喺嗰個狀態呢，咁當然香港就冇美式嗰種所謂嘅認罪協商啦。咁但係根據檢控守則第13章呢，其實只要符合3個條件呢，喺呢個狀態即係喺檢控至到審訊之間嗰個狀態之下呢，可以用接受被告承認較輕微嘅罪狀去換取你真係指控佢去呢個輕微嘅罪嘅。OK， 明唔明意思啊？即係話嗱，你如果肯認誤殺嘅話呢，我就唔告你謀殺啦，即係可以嘅。咁嗰3個條件係咩呢？第一就係話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較輕嘅罪名嘅，即係喺佢呢個咁嘅事實之下，即係佢犯錯嗰個事實之下，可以有一個較輕微嘅罪行嘅。
OK， 另外嗰個較輕微嘅罪行呢，其實都可以足以反映個罪責嘅，而且係有足夠嘅量刑空間可以補充翻嗰個虛偽嘅。嗱，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即使我判咗你誤殺，都有個空間俾個法官。嗱，法官就話：喂，唔係喎，雖然你係判咗誤殺啫，其實我判翻你終身監禁嘅，咁係得噶嘛？你 Hello Kitty 案咪就咁樣咯。雖然陪審員判咗佢誤殺，但係法官有足夠嘅量刑空間，可以變翻去同謀殺一樣。OK， 如果符合呢個咁嘅守則嘅話呢，其實喺檢控至到審訊之間係容許控方同被告去交換條件嘅，即係你肯認誤殺，我就唔告你謀殺，你換取唔好審訊啦。即係審訊係一個成本嚟嘅，係一個社會成本嚟嘅，尤其是而家啦，係嘛？咁所以呢，係好多時會咁樣做嘅。呢件事呢，係經常發生，差唔多每一日都發生。差唔多每一宗案件，大家都有個階段呢，就係喂嗱，而家你肯唔肯俾我認一條輕啲嘅罪先？如果肯呢，我就認罪。咁控方就話嗱，呢條又唔得啦，去嗰條啦，咁即係會有呢個階段，實有呢個階段嘅。咁當然啦，肯唔肯俾你認罪呢？控方仲要考慮一啲嘢，嗰啲嘢就唔會同你講啊。考慮乜嘢呢？就係個勝算。當佢真係覺得自己好大勝算嘅，即係如果判嘅話呢，嗱，一係5-5波。5-5波咧，佢都會堅持告你謀殺嘅啦。如果佢擺明好似許金山咁，明知一定會告到你謀殺嘅，咁佢都一定會告你謀殺嘅喎。但係5-5波即係佢好似張其中嘅第一次審訊咧，5-5波嘅情況咧，佢都會告你謀殺嘅。咁但係喺法庭重審之後，你再睇下個勝算真係極低嘅。所以點解我喺上一段片，即係1年前嗰段片，我已經話，如果由陪審員去審咧，應該7-0會判佢誤殺嘅，甚至控方會接受佢誤殺添。你記唔記得我講緊呢句嘢？點解我當時會咁講啊？就係因為我知道呢個原則咧。呢個原則就係控方會衡量一下，其實我有冇足夠勝算。如果冇足夠勝算，我不如你認罪啦。你認罪嘅話呢，我慳翻唔使審，即係唔使花咗呢個咁嘅社會資源。OK， 嗱，從來都有嘅。咁今次呢，就係呢個情況啦。呢個情況就係當重審嘅時候，個狀態改變咗，個勝算改變咗。咁呢個勝算點解會改變？我喺之前嘅片都已經分析過啦，咁都唔多講啦。總之，由於勝算改變咗，引致控方喺呢個時候，我俾你認一條輕啲嘅罪，唔該你認罪，嚟換取唔使審訊。OK， 咁所以咧，我就認為都合理嘅，即係呢一個做法。咁就因為咁樣咧，就我又唔認為有啲咩陰謀啊，有啲咩高官施壓啊，或者司法嘅崩壞咯。咁當然啦，蕭生認為係唔係都應該再審嘅？呢個我唔會反對佢呢個意見嘅，我只係話我唔贊成可以得出高官施壓同埋法治崩壞呢個結論啦。從呢件事 ，OK， 咁另外我就順便答下啦。有啲人就話會唔會許金山都跟佢啊、學佢啊？咁啊當然唔會啦。許金山點樣無端端話自己被激怒至失控，然後就嬲到攞個瑜伽球上車啫？唔會噶嘛，你唔會俾人激嬲到攞個瑜伽球上車，然後上完車之後自己返大學都教書噶嘛，係嘛？所以成件案咧就不足以令到，因為許金山係一個無罪抗辯啊，而張其中本身係一個有罪抗辯。所謂有罪抗辯就係我本身都認為自己係誤殺嘅啦，我唔係想抗辯到自己變成冇罪。我係話自己係有罪嘅，不過我係誤殺。而許金山係無罪抗辯，就係佢想抗辯到自己係冇罪嘅。咁當然佢可以反口嘅，好似陳文森咁樣，淘大花園無屍案咁樣，佢反口。本來我就話自己無罪嘅，但係後來我就承認誤殺啦。咁你可以反口嘅，咁但係以許金山嘅情況，如果你反口嘅話，你估啲人信唔信其實佢係誤殺？啲人會唔會信其實佢被激怒至將個瑜伽球攞上車？啲人會唔會信佢係精神病引致佢唔知道用個瑜伽球去殺人係有罪嘅？呢樣嘢好難令人相信，所以我認為咧，就算許金山睇到呢宗案覺得好唔抵啊，咁都冇用嘅。佢係學唔到張其中呢一個咁嘅策略，令到自己變成誤殺嘅。OK， 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啦。